江苏南通海安县城南小学数十名学生家长日前前往县政府抗议学校周边的化工厂污染，影响学生健康。有网民发帖透露，海安城南实验学校离海安化工园区2公里左右，经常处于化工园区泄漏的刺鼻气味包围中。很多学生家长反映孩子无故产生皮疹、流鼻血。4月18日开始，学生家长开始在学校门口聚集。19日，数十名家长前往县政府，希望政府出面解决学校附近的空气污染问题，但遭到政府组织的特警弹压。多名家长被特警强行脱离现场，塞进警车。本台记者4月20日致电海安县政府查询，对方称未见到警民冲突的场面，又指已要求区内化工企业停产整顿，但否认孩子出现流鼻血的情况与化工污染有关。我们的这个化工污染它肯定都是达标的，但是呢它也并不是这个零排放，对吧？它肯定也有一些污染物出来。那对于那些受到影响的孩子，这个县政府会承担起这个相应的责任吗？孩子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这块无法界定怎么能肯定就是一定有这个因果联系呢？这个要有权威的界定昨天在这个家长维权的时候，说是和警察也发生一些冲突，那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警察会使用一些比较暴力的手段去对待家长呢？那个我没看到这个东西呢，哪有什么冲突呢？只是在这儿劝离吧。而学校附近一家餐馆的工作人员则指，当地化工厂污染确实严重，经常可以闻到刺鼻的气味，家长们只有一个孩子，担心也是在情理之中。附近是有很多化工厂是吗？对的，就靠在这边。这些天那个学校的家长一直都在找这件事情嘛，白天夜晚的有味道，而且味道好像挺重的好像有的孩子流鼻血、皮肤过敏之类的，好像都有，都挺严重的。因为现在人家就一个小孩子嘛，关系到这种事情，人家肯定挺重视，也没谁无理取闹都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些拿着国家工资的人也不出来考察，害死多少人，害死人了。有媒体记者日前在网上披露，一名在常州长隆化工公司工作了数十年的老员工，自2013年起就在微博揭发化工厂污水乱排放的问题，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直至恶果产生。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